喺多倫多裏面有無窮無盡咁多間嘅商店，究竟邊一間最潮、最抵、最多嘢買？小魚話你知 ，A1 潮流大熱賣。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 A1 潮流大熱賣。今個星期六啦，我哋 A1 中文電台咧有一個現場直播，就係為大家介紹咧市中心黃金地段嘅 Index Condo 嘅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，小魚咧請到資深嘅地產經紀 Dan Wong 上到嚟咧，同我哋介紹下 Index Condo 嘅。阿 Dan 你好，小魚你好。咁不如首先同我哋自我介紹下你自己先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Right at Home 嘅 Dan Wong。我嘅主要工作係圍繞住多倫多市中心嘅樓花買賣。我相信咧，好多人都嚟過我嘅網站 myvipcondo.ca 去睇唔同嘅樓花嘅資料。我亦都係 Index Condo 嘅 Top Producer。今日咧好高興嘅機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被譽為多倫多2012年最暢銷樓盤 Index Condos。咁呢個 Index Condo 咧有啲咩咁好啊？ Index Condos 咧係樓高54層，有798個單位，係由名建築商Lifetime 同埋 Sandicott 聯手建造嘅。Index Condos 咧係多倫多嘅市中心嘅核心地段，地址係70號 Temperance Street， 即係喺 Bay 同 Adelaide 嘅西北角。大廈咧直通多倫多嘅 Path System， 可以直達地鐵啦、GO Train、5大銀行、多個辦公大樓啦、Eaton Centre。就算喺冬天咧，都可以唔需要着外套就可以返到工同埋去 shopping 㗎。話就話行到啦，咁其實要行幾耐呢？大家會咁問。4分鐘咧就可以行到去 City Hall、5大銀行，6分鐘咧就行到去地鐵站，9分鐘就可以去到 Eaton Centre， 行到 CN Tower 咧都只需係10幾分鐘。所以 Index Condos 咧可以話係一個集工作、購物、娛樂、飲食、消閒於一身嘅 Condos。所有 Index Condos 嘅單位咧都會具備有9尺樓底啦、Engineering hardwood flooring、building 嘅 appliances 啦，仲會有個 wine fridge 嘅，俾你擺紅酒。絕對係一個5星級嘅 condo 嚟嘅。咁我知道咧 downtown 有好多唔同種類嘅 condo， 咁點解要選擇 Index Condo 咧？其實咧，每年大約有28萬人移民加拿大啦，當中大約有12萬人選擇多倫多嘅。單單要容納佢哋咧，就需要有4萬個住宅單位。除此之外咧，目前喺多倫多咧有幾十萬個上班一族喺金融中心工作。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多倫多嘅塞車嚴重嘅情況，所以呢越嚟越多人上班一族，尤其是想搬去 downtown。30零歲嘅專業人士係尤其多嘅。喺金融中心住宅單位嘅需求呢係非常之高。根據 MLS 嘅資料，目前喺 Index 附近係有極少嘅樓盤出售嘅啫，供應量係非常之短缺。目前呢喺 Index 附近嘅住宅呢就只有 Shangri-La 同埋 Trump Tower， 佢哋嘅售價呢都係 Index 嘅2倍。由於需求大、供應少呢，正所謂物以罕為貴，大部分嘅投資者呢都會認為擁有 Index Condo 呢係一個價錢好、地點正、質素高嘅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。咁啱啱講到啦，話今個星期六啦，我哋 A1 中文電台啦，阿黃同埋 Pody 12點半到4點半啦，就會去到70號 Temperance Street 嗰度呢，就為大家做現場直播嘅。咁直播當日有啲咩優惠俾我哋 A1 嘅聽眾啊？嚟到10月13號嘅特賣日呢，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好好嘅優惠。優惠呢係包括咗有2年嘅租金收入保證啦，係高達4000蚊每個月嘅。免物業管理費啦，同埋物業稅2年啦，售價呢就由30萬開始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或者想知更加多嘅詳情呢，就可以打電話俾我。我嘅電話係647-629-3838。好，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呢，歡迎可以打電話俾阿 Dan Wong 嘅電話呢係647-629-3838嘅。咁啊，今日唔該晒 Dan 上嚟為我哋接受訪問，唔該晒你。多謝小魚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